五金鋪介紹呢隻馬貝掃口粉，可以用嚟掃泳池，係雙組粉嘅，需要將兩罐物料溝埋嚟用。打開面蓋，裏邊仲有一細罐催硬劑。唔好手震腳震，成支催硬劑倒落去，一滴都唔好剩啊！師傅，呢隻嘢都唔平啊！再用電動攪拌機攪佢完全均勻為止。點樣為之均勻？明嘅自然明。如果認真唔明，可以用少少敷落塊面，唔跌落嚟就 OK 噶啦。再用膠灰池嚟掃口。買膠灰池嘅時候最好揀斜邊，咁樣就比較容易將啲粉掃入瓷磚啦。其實都係各施各法，就返自己平時做法就可以啦。做完一倉仔，記得趁未乾就要洗一洗先。一般超過30分鐘，你返轉頭就洗唔到㗎喇。